咱即马共款过来介绍的，就是讲甲脚的动作相关的第2字。咱即马要介绍第1字叫做趖，是闲荡、游荡的意思。咱譬如讲，你趖去佗位啦？你游荡到哪里去了？是一个问句。过来这里叫做tshū，就是滑的意思啦。咱比如讲出一佗，就是滑一跤，出一佗滑一跤。过来下骹这里叫做跳，跳的话是华语的意思，是弹跳或者是跳动。咱比如讲气甲趒起来，就气得跳脚，或者是说车真高趒，就是车子跳动得很厉害。另外，还有一句成语叫做tiô-kha-tǹg-tê，tiô-kha-tǹg-tê，它的意思是气到直跺脚，叫做tiô-kha-tǹg-tê。好，过来这里叫做phiân，还是phiân。因为晕眩、贫血、醉酒等因素而走路不稳。咱比如讲，伊人无爽快，行路会蹁。就是他人不舒服，所以走路有点晃。好，咱过来这里要介绍的这里叫做呛还是磬，拢会使呛还是磬，呛还是磬，就是单脚跳着行走的人。咱比如讲tshíng-kha-ke，就是跳王子、跳格子。那个，我们以前小时候每一个人都玩过tshíng-kha-ke嘛，就是单脚这样跳tshíng-kha-ke。好，感谢各位。